大家早晨，歡迎收睇天文台嘅呢節天氣節目，我係李志雄。今日我哋繼續受住東北季候風影響，朝早咧都比較涼下㗎。今朝早各區嘅氣温，大部分地區都係喺16度左右，而與此同時，天氣都幾乾燥下。大部分地區嘅相對濕度，今朝早都係40%左右㗎。咁大家咧就要做足保濕嘅措施啦。而與此同時，我哋喺大範圍嘅衛星影像就見到一道雲帶正係覆蓋住沿岸地區。不過呢啲雲層咧都唔算太厚實，我哋預計日間嘅時候，我哋都會見翻啲陽光。咁所以今日嘅詳細天氣預測將會係咁嘅，係大致多雲啊，朝早係清涼㗎。日間嘅時候係部分時間有陽光，天氣會變得非常之乾燥，而最高氣温上升去到約22度。而風方面係吹和緩嘅北至東北風，初時咧風勢係間中清勁㗎。而再長遠少少嘅天氣，我哋一齊嚟睇下電腦預報圖。預料影響住沿岸地區嘅呢道雲帶，聽日咧會繼續轉薄㗎。咁呢區咧天色就會好轉，氣温亦都會逐步回升。而受住乾燥嘅東北季候風同埋佢嘅補充持續影響底下，華南沿岸地區下個禮拜頭至到中期咧會變得普遍晴朗。不過要注意翻啦，日夜溫差會頗大嘅喎。咁所以我哋嘅天氣展望方面係只有嗰幾日就會係天晴乾燥，日間咧會係温暖㗎。不過要注意翻啦，日夜溫差會比較大。咁今節嘅天氣節目我就講到呢度，祝你有個愉快嘅一日，再見。空氣質素健康指數，今日上晝健康風險預測，一般監測站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嘅水平。睇埋分區氣温。喉嚨